好，你一開閘啦，中華威威外邊搶住出嚟啊！咁啊墮咗馬嗰只咧就係納德架勢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咧，咁啊有呢只就銀翅勇士快喎，外邊你有得贏啊，埋邊啊天火同人啦，第4位係魅力星啊，出邊有宇宙動力內欄第6城中勇士啊，第7位深藍衫白帽，外邊呢仲有至開心啊，後啲嘅馬啦有質素啦，紅眼罩淺藍衫謙謙君子啦，外邊係中華威威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頭嘅馬係銀翅勇士快添啊，有得贏啊，跟住個第2位啊，天火同人內欄第3，魅力星第4啊，第5位內欄呢仲有城中勇士啦，再等入邊馬黑衫粉紅帽嘅質素啦，後呢個馬不知有謙謙君子至開心嗰啲馬入清最後直路啦，銀翅勇士仲係佔先嘅，響佢出邊藍眼罩咁啊，見到呢隻有得贏都逐步咬緊上嚟㗎啦，埋邊天火同人追緊，出邊仲有隻魅力星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咁啊銀翅勇士依然係佔先咗1個身位，外邊追上嚟嘅馬係嗰隻有得贏要重新發力啊，第3嘅馬就比較近啦，埋邊天火同人出邊係魅力星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銀翅勇士都出閘相當快，就係擺咗喺前面，結果就一放到底啦。有得贏喺衝得幾行嘅時候呢，咁外邊嗰隻納德架勢呢，有啲意外呢，咁啊慢慢壓咗埋嚟，少少阻佢嘅添啊。咁啊第3名呢，埋邊係天火同人，出邊係魅力星啊。好啦，咁方家柏黃志雲組合先拔頭籌啦，銀翅勇士第2名啊有得贏啊，不過入到直路俾隻空馬呢有啲干擾啊。第3啊天火同心啦，第4呢都係有啲干擾啊，魅力星。真係慘啦，真係。係。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出得好齊嘅，埋邊加州本線內欄節節有福都快嘅，外邊啊凌風傲雪第3位啊，最出第4位嘅嘛，仲有知道長勝藍衫走上去橙色眼罩電信驕陽，中間夾住仲有福星小子啊，內欄淺藍衫大約第7位到啦，橙帽嘅有心裏有數啊，尾5紫色帽中檔啊係呢隻三軍勇將啊，後邊4隻金運來駿馬之寶金晉升內欄尾二黃衫嘅，暫時殿後共同輝煌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段啊，前面放嘅嘛就節節有福嚟嘅，響佢出邊啊凌風傲雪啊，加州本事就守住個第3，內欄第4，外邊第4位仲有電信驕陽啊，內欄第5仲有福星小子啊，出邊啊知道長勝啦，中間紫色帽三軍勇將啊，後邊嗰5匹馬兜出去外邊有金運來，內欄尾4淺藍衫橙帽就心裏有數，後邊3隻駿馬之寶金晉升內欄響後邊啊共同輝煌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節節有福仲係佔先嘅，凌風傲雪內邊追佢，入邊上有加州本事啊，出邊啊三軍勇將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壓埋去嗰隻咧就係電信驕陽嗰度啊，再喺入邊偷位上嚟，再隻心裏有數，最後100零米三軍勇將一路內閃，但係都透出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加州本事啊，咁啊第3名外邊電信驕陽，咁啊至於跑第4名埋邊嗰隻呢係心裏有數啊。結果方家柏黃志宏啊，咁啊呢隊騎練嘅組合呢，咁啊出2場贏咗2場咯，三軍勇將輕鬆贏馬，加州本事就跑第2，第3名外邊追上嚟。電信驕陽第4名埋邊係心裏有數啊！1不離2啊，方家柏黃志宏嘅組合三軍勇將贏馬，第2名呢擺前嘅加州本事，第3電信驕陽，第4啊入邊啦，心裏有數。哇！臨尾嗰隻節節有福落到27蚊，佢啊回到48蚊啊！1不離2。好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慢咗閘嗰隻年年有福嚟㗎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咁啊見到埋邊啦，紅眼罩藍帽嗰隻咧就耀昌盛世嚟㗎。出邊有一對啦，建策群英呢，最出黃衫黃帽就進城區，守住內欄第4美麗歡星啊。外邊第5啦，風起雲湧啦，第6位黑色鼻箍白衫白帽就綻放的心啊。內欄呢，咁啊走咗上去，係大力猴王嚟㗎。後邊嗰5匹馬夢照發內欄尾4係掌聲啊，尾3暫時係奮鬥心啦。殿後2匹馬分別係淺藍衫嘅幸運同行，暫時殿後係年年有福嚟㗎。好啦，過呢個10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就進城區啦，外邊建測群英啊已經走咗上去第2㗎啦，守住內欄第3係美麗歡星啊，耀昌盛世第4，內欄第5風起雲湧第6，外邊綻放的心啊，後邊嘅6匹馬大力猴王啦，尾5位置橙衫係夢照發啊，後邊4匹掌聲奮鬥心，尾2位置都仲係嗰隻幸運同行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年年有福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過埋呢個88啦，前面呢就係呢隻進城區依然係佔先1個身
位嘅建策群英嘅第2位，內欄第3，粉紅眼罩就美麗歡星啊，後邊第4紅眼罩出邊仲有耀昌盛世啊，第5位內欄啊，帶咗紫色面箍風起雲湧啦，出邊啊綻放的心啦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大力猴王黃黑格仔衫嘅夢照發外邊，咁啊見到兜出邊上有奮鬥心，內欄尾3係掌聲啊，尾二幸運同行包咗落尾，仍然係年年有福嚟㗎。好啦，入彎啊，建策群英外邊個勢咧就冚咗上嚟㗎啦，埋邊係進城區，再見到後邊嘅馬綻放的心中檔上，攝內欄追，風起雲湧，出邊上嘅馬仲有奮鬥心，偷入邊追仲有掌聲，大愛檔年年有福啊！最後百零米年年有福，外邊逢馬嗰馬冚出嚟嘅勢相當勁啊！咁啊好有機會贏馬。第2名嘅馬呢，中間有奮鬥心，入邊掌聲，中間夾住係綻放的心啊！結果年年有福，都早段真係好立㗎。咁但係轉彎掟出去大外檔呢，贏起上嚟嘅姿態其實都仲係輕鬆㗎。第2名呢，奮鬥心外邊，入邊係掌聲第3，第4係綻放的心啊！好啦，恭喜晒田泰安、沈集成嘅組合啊！轉馬房即刻贏馬啦，年年有福，大愛一氣啊！第2名奮鬥心，第3名掌聲，第4名呢綻放的心啊！暫時見嗰啲轉倉馬初出呢，其實去到沈集成馬房今季唔錯喎，谷草好啲哦，暫時2隻都上到入到。金杯大熱暫時係4，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啡色衫埋邊呢，就係嗰隻得意佳作嚟㗎，外邊啊暴風之子啊走上去嘅，出邊仲有隻99圍攻啊，內欄第4紅衫係浪漫老窩啊，第5位黑桃火箭內欄呢，藍白環間衫香港神區啊。後邊嗰3匹馬啦，黃帽埋邊啊升價啦，出邊啊維港激流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我做到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200米嘅段柱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，就係嗰隻暴風之子嚟㗎。跟住喺第2位外邊係99圍攻啊，內欄第3係浪漫老窩啊，得意佳作跟住個第4啊，落後個零2個馬位啊，第5位香港神區外邊第6黑桃火箭啊，後邊嘅3匹馬升價維港激流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我做到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啦，前面放呢依然係呢隻暴風之子嘅位置變動上面都基本冇喐過㗎啦，99圍攻第2位，埋邊第3有浪漫老窩啊，跟住個第4位得意佳作埋邊第5香港神區出邊尾4係黑桃火箭啊，後邊嗰3匹馬分別係升價啦、維港激流啦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我做到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埋呢個600米段住轉緊彎中間啊，前面暴風之子佔先少少嘅99圍攻啊，外邊第2、第3位埋邊有浪漫老窩啦，出邊啊得意佳作埋邊第5香港神區攞出去外邊呢，有黑桃火箭啊，偷入邊有升價大外檔維港激流響後邊啊，我做到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埋邊暴風之子鬥緊中間呢，就99圍攻嘅時候啊，浪漫老窩中檔追，出邊上仲有隻黑桃火箭啊，最後100零米99圍攻佔先啊，黑桃火箭先過暴風之子，直追呢隻99圍攻，接近終點方嘉柏馬房，咁啊贏3場咯，黑桃火箭外邊終點前趕過隻99圍攻，跑第3名暴風之子，第4名係浪漫老窩啊，基本上都冇乜得點追嘅場合，係一隻黑桃火箭可以咁樣衝上嚟，結果率先衝線捧走公益金杯啊，跑第2名99圍攻，第3名暴風之子，第4名係浪漫老窩。慢步速都照贏啊！方嘉柏得勢不饒人啊，3 win 啊！黑桃火箭第2名呢99圍攻，第3名嘅暴風之子，第4浪漫老窩。都係嗰句啦，路程呢嗰個演出呢都係保持穩定性嘅，咁啊當然贏埋就更加。1000嘅短途賽大熱係4，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都好多隻啊，埋邊長勝金剛，中間可靠大師，黃帽中檔飛雲，外邊標誌多多，最出有紅利啊，外邊紅衫紫色眼就走埋上去，仲有萬事得意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內欄淺藍衫呢有新力，外邊深藍衫就飛住升空啊，後邊4隻星之源、線路達飛艾比奧啊，暫時殿後有呢隻問定巔峰啊，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標誌多多嚟㗎啦，有紅利外
邊第2啦，中檔第3有可靠大師，埋邊第4長勝金剛啊，第5位嘅馬啦，出邊紅衫就萬事得意啊，內欄淺藍衫跟住個第6位仲有新力啊，第7位就飛雲啦，後呢個馬不思有星之願飛越星空啊，尾3係線路達飛啊，後邊2隻艾比奧同埋問鼎巔峰嚟㗎。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啦，標誌多多一馬當先帶住入嚟㗎啦，埋邊呢，咁啊有呢隻呢就係長勝金剛等緊威揈出嚟中檔㗎啦，中間追有可靠大師，偷入邊上嘅馬呢，仲有飛雲中檔係新力啊，大外檔係星之源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標誌多多佔先半個身位，見到長勝金剛開始追佢啦，外邊位置仲有新力啦，咁啊埋邊位置飛雲，最出嗰隻係星之源啊，最後百零米長勝金剛透出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，都係鴨上鴨落㗎啦，有標誌多多同埋新力2匹馬，咁啊至於第4名呢，埋邊飛越星空，出邊係星之源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匆匆再戰嘅長勝金剛啊，咁啊結果夜馬跑第2名呢都好近㗎，埋邊係標誌多多佢就唔多㗎啦，新力就逐步上嚟鴨上鴨落嘅，跑第4都近㗎，埋邊有飛越星空，出邊係星之源啊。好啦，田泰安沈集成嘅組合起碼啦，長勝金剛2、3名好近啊，洛飛好勁啊，標誌多多出邊呢都係隻洛飛好勁啊，新力要影相啊！好積極啊！今日隻標誌多多早一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啊！快少少嘅馬中間辣得金啊，走咗上去啦。咁啊，再見到大約第2位有燃心星黃衫嘅，外邊淺藍心星火燎原，出邊綠衫翼宇揚明啊。後多層內欄第5啊，係志合柏，出邊紫色衫紫色帽有聶寶勤啊。中檔大約跟住個第7位呢，就團結戰寧啊。後邊個5匹馬長勝力區呢，精明選擇啦。尾3閃耀威龍啦，咁啊再後邊嘅馬匹呢，就係多利神區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就辣得金啊，中間有星火燎原啊，外邊翼宇揚明走咗上去第2啊，內欄第4係志合柏啊，第5位黃衫係燃心星啦，出邊第6聶寶勤啦，內欄粉紅衫第7仲有呢隻連冠王啦，後邊嘅馬團結戰寧尾4灰賣精明選擇啊，後邊3隻閃耀威龍長勝力區粉紅衫嘅包咗落咩多利神區嚟㗎。好啦，正最直路啦，辣得金仲係佔先嘅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追上嚟嘅馬有志合柏啊，外邊上呢仲係翼宇揚明啊，出邊追啊星火燎原啊，大外多邊仲有隻燃心星偷埋邊上係連冠王啊，最後百零米連冠王響埋邊傳上嚟嘅勢都相當好啊，中間追上嚟嘅馬有翼宇揚明啦，同埋志合柏接近終點第1名連冠王啊，跑第2名呢，咁啊埋邊志合柏，中間翼宇揚明，咁啊第4名呢，外邊追上嚟長勝力區喎，結果呢隻連冠王咁啊好快已經貼咗欄位置啊，轉入邊咁啊結果收韁贏馬，第2名呢，埋邊啊志合柏。中間呢，就綠色衫9號翼宇揚明，最出中上嚟，仲有隻長勝力區啊！好啦，洛飛得手啊，連冠王攝得好靚啊，希威森贏馬，第2名啊志合柏，第3名翼宇揚明，第4名呢，大愛一氣啊，長勝力區。但係臨尾呢，就着晒6格㗎啦 ，WinPay 獨贏啊得翻6.2倍嘅啫，2號嘅連冠王一直企喺11倍唔喐嘅，突然一下落咗6倍。短途大熱暫時轉咗係1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交學費慢啲啊！前面快嘅嘛，中間位置咧燭光晚餐走上去啦，外邊呢有年少多好啊，埋邊第38進巨星黑衫，第4超力量，第5紫色衫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快靚王啊，內欄第6啦，咁啊就係呢匹呢，咁啊沙井之友啦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白衫嘅有愛心得啦，尾4橙衫天開心啊，尾3就交學費，殿後一對灰馬冚天鐵翼，紫色衫咪超超成啊！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年少多好就放啊，燭光晚餐呢，就跟住個第2位。第3位已經係超力量啦，內欄第48進巨星，第5位呢仲有快靚王啊，內欄嗰邊啊紅衫呢藍袖就沙井之友掟出去最出嗰邊追呢，有添開心嗰啲馬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年少多好呢走中間係佔先嘅，埋邊追佢嘅馬有8進巨星啊，出邊上仲有超力量啊，內欄嗰邊呢咁啊仲有呢隻燭光晚餐大外檔冚天鐵翼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8進巨星已經係脫穎而出贏緊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咁啊要影相啊！以為係年少多好第2之際呢，4號呢隻超力量逐步追上嚟，第4名埋邊係燭光晚餐，出邊呢都有啲亂晒步伐啦，嗰隻快靚王都衝咗上嚟啊！結果8進巨星咁啊順利贏馬嘅。好啦，臨尾洛飛落到大熱門啊，8進巨星贏馬，2、3名啊好近喎，肉眼睇入邊可能高啲啊！
年少多好同埋隻超力量第4，燭光晚餐。真係好近。真係噏上噏落嘅啫喎。開頭睇好似外邊好啲，係啊但係係你睇翻幅相，可能即係睇翻慢鏡，可能都係裏邊啱啱噏到落去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嘅。快少少嘅馬呢，見到就埋邊位置加州動員，中間電信巴打出邊騎上去啦，係澳遊武士啊，最出黃衫紅帽嘅太陽勇士嚟嘅，再喺內欄淺藍衫嘅平凡騎士啊，跟住個第6位呢，粉紅眼罩遙遙領先啊，壓埋嚟㗎啦，內欄白衫仲有馬路啊，咁啊在中檔位置呢，咁啊見到安裕啦，尾4係銀進啊，尾3內欄藍白格仔3隻愛心神驅啊，後邊2匹馬分別係木火兄弟啦，同埋黃衫嗰隻呢，就當年情嚟㗎。好啦，轉完呢個滿貫彎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前面放嘅馬呢係嗰隻澳遊武士嚟嘅，咁啊跟住喺第2位啦，埋邊係電信巴打，出邊啦咁啊紅帽走上去第2位呢就太陽勇士啦，平凡騎士咁啊大熱門馬淺藍衫守住內欄嘅第4啊，第5位有加州動員，第6位白衫就馬路啊，第7位粉紅眼罩遙遙領先啊，後邊5匹馬安裕愛心神驅銀進響尾3，尾依位置呢就係呢隻木火兄弟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當年情啊，好啦過呢個600咯。前面放都仲係澳遊武士，太陽勇士咬近啲㗎啦，埋邊係電信巴打啦，平凡騎士攞咗出去啦，第4位啊，第5位埋邊白衫有馬路，出邊冚上嚟㗎嘛，紫色眼罩加州動員啊，外邊冚上去啦，粉紅眼罩遙遙領先，揈出去有一隊啊，分別安裕、大愛都係銀進啊，最後200啦，太陽勇士透出啊，平凡騎士中檔追，出邊上仲係遙遙領先啊，外邊上嚟仲有隻安裕啊，最後100零米，平凡騎士走甩1個身位，安裕外邊一路追緊佢。咁啊，再見到大愛當嘅銀進入邊，太陽勇士接近中啲平凡騎士贏啊！跑第2名係安裕啊，第3名埋邊太陽勇士，第4名中間遙遙領先啊！結果今晚方嘉柏馬房都認真厲害啦，4 win 成績啊！外邊追上嚟跑第2，咁啊都係歸福特馬房喎，安裕啊，第3埋邊太陽勇士，第4名係遙遙領先啊！臨尾落到大熱門啊！平凡騎士方嘉柏4 win 啊！今晚第2名係安裕，第3陽光勇士，第4遙遙領先。係好後開咗閘先至又做翻大熱門嘅10號嘅平凡騎士。